各位兄弟平安，感谢阿罗主，今仔日咱会当围内伫上帝面前献上咱的感恩甲敬拜，请走到。选调，着专心倚靠上主，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做，拢着尊重伊，伊会指点你的路。我的囝，毋通看轻上主的管教，嘛毋通厌恶伊的责备，因为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亲像老爸责备伊所喜爱的囝。咱做伙来唱俄罗的圣诗，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三甲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搁赏赐阮新的一日，互阮有福气会当到圣殿来敬拜阿罗你。你是施阮祝福的主，嘛是管教引带的天父。这时，阮要大声来承认阮的罪过，
求主赦免。阮无好好利用时间，得到主伫阮心上水阁好的计划，无法度照时间来完成，求主赦免。阮无约束家己的喙齿，得到讲出来的话伤害着阮身躯边的人，甚至造成扰乱，求主赦免。阮无顺坦圣神的引带，颠倒互世间较赢，得到互主烦恼，求主赦免。主啊，求你怜悯阮，阮不过是土粉所成，时常软弱倒退。今仔日，阮阁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赏赐阮有谦卑受教的心。阮知主你的管教甲提醒，拢是为着阮的好处，要帮助阮行伫正路，互阮享受真正的自由。主啊，求你互阮有一粒安静的心，因为伫敬拜中，一句话、一首歌，拢要成做光入去阮的生命中间，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心神软正，也是家庭出问题的人来恳求，求主赦免因的罪，互因伫主的疼痛内底，重新得到快乐，因为安尼得到改变，日日进步，得到医治、得胜到有春。这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做伙来读启应文，伫启应文第11篇，也是诗篇的32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干杂。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明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艰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经文伫希伯来书第12章第5节到11节。希伯来书第12章第5节安尼讲：恁减落记得上帝考劝恁，亲像在考劝囝儿。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轻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着忍受管教。
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减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恁就是私生子，毋是真正的囝儿。受肉体的父母管教，咱着尊重因，何况受灵性的爸管教？咱兼毋应该搁较愿意顺从来得到活命。肉体的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性格。咱逐遍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愿主赐福听伊的话，佮照伊安尼来行的人。这是要请联合诗班来唱俄勒的圣诗，我要唱圣诗第581首。欢迎会众，甲阮做伙来唱。联合诗班是一群，家己讲，我要来唱歌，做伙来唱歌啊！今仔日下早啊，大家做伙练，啊，包括阮的司琴嘛，真辛苦吼，被临危受命，真感谢。愿主接纳、阮所献出来的心甲快乐。即是要请本堂黄牧师要来讲道，伊要分享的信息是天父疼的管教。姊妹平安。今日要来甲咱来分享天父疼的管教，这是出自咱希伯来书咱的系列的讲道。
有一个儿童注意学的囡仔真调皮，咧上注意学的时阵，安尼走来走去，大声喊来喊去，无啥物规矩。所以影响即个注意学迄个上课的次数吼。所以这老师真困扰。这个老师呢，甲家长呢，着好言相劝吼，甲伊讲道理啦，甲伊鼓励啦吼，你若乖乖坐咧吼，毋通吵着，你若乖乖坐咧，上课了后要互你鼓励啥物话，拢无办法。教会内面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哇，伊就讲，看这心理学家搁咧教儿童的吼，看伊有办法无？这囡仔吼，听听隔晚若上课拢安尼吼，足歹管教。所以，这个心理学家呢，来到迄个所在，就这个囡仔揪去边啊，伫个耳孔边啊咧讲一句话，一做做，一做做，好这囡仔听着了，的面色就咧变，规头到尾拢乖乖坐伫遐，毋敢叮当，安尼。所以家长呢，这个老师真佩服，不愧是心理儿童心理学家。阮咧大家无法度爱讲两三句就安尼真好势，安尼就乖乖。了后呢，这个囡仔的家长就真好奇，问伊的囝，伊讲这个心理学博士阿伯在你耳边讲什么话啊？安尼，这个囡仔回答，这个阿伯甲我讲伊若讲，伊讲我若无乖咧壁边迄个棍啊，拿来甲我修理呢。讲掉，咱袂使体罚，咱着爱教囡仔讲道理，爱个合理，爱个听的管教绝对袂使体罚。小学内面，幼稚园咧上班，伫台北时有一个囡仔安尼，足歹管教，足无规矩安尼，两个老师一班。一个老师爱对头到尾拢顾迄个囡仔，你就知偌歹，我感觉教。这个囡仔是对别个学校转过来，为什么转过来？因为伫进前迄个学校时有够歹教，然后迄个学校的老师有一个气甲情绪失控，体罚，这不得了。体罚了后，叫告到教育局，所以伊的老师的资格去互撤销，安尼。好不容易考上公教的幼稚园老师，就为着这个体罚，就为着这囡仔足歹教，就无法度体罚，就撤销资格。这个非常悲伤的一个代志。较早阮教会有一个是教务主任，当然拢安尼爱管教，常常叫人告，无体罚安尼，话讲一个较严的，就用体罚，听去听来去用过，拢无代志。后来做校长非常优秀。伫阮的时代，对国中、对国小一直到国中，老师必备的一个教学工具是啥物呢？藤条，即摆都知影我伫花旗礼拜咧问的时候，恁较早小学时捌去用拍过去用讲过举手1/3的人，一半以上。去用安尼举手，去用讲过。问一个咱教育时阵有去迄个老师用钉条摔过，举手一个好吗？你怎么看那么粗暴呢？对我来讲这是非常自然的一样代志。无论你是好学生还是歹学生，差不多去用讲过安尼，坐较少安尼尔我伫国中的时候，捌代理班长1个月。有一天早会袂记得啥物原因。这训导主任，较早叫做训导主任，又教训要教导的，安尼，即摆叫做教务主任。我迄年级拢总24班，这训导主任就从这24班的班长叫去台顶输赢台伫伫3000几学生面前用钉条安尼集体体罚。我若袂感觉歹势啦，24个拢去用讲安尼，就感觉讲歹势嘛，大家拢做伙歹势不过这个训导主任了后，伊就讲，那个打你们会不会觉得难过？有没有生气？当然我们敢讲无啦。你们就是代罪羔羊打给学生看，大家看大家乖一点不过老师来咧讲你的时候，用钉条中打恁讲。你们会不会觉得痛？我袂咧，安尼，
你看哦，老师对恁真好，用藤条中让恁讲较袂听。我们说，我们就笑笑。老师多谢多谢，我较袂听。用讲爱个大多谢。这就是咱现在的一种教育。伊过去我感觉大家拢较有规矩，较守规矩，互藤条讲出来，拢较守规矩。有时感觉这是真粗暴，敢若违反这个教育的理论。但是你敢知影？藤条修理，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伫经营这个所在讲到一项管教，而且咧管教的时阵，有时爱鞭拍、体罚，这是必要的。所以，若无这个鞭拍，囡仔就无规矩，甲无纪律。箴言22章15节讲，囡仔心互牛戆甜咧，管教的推啊，会将牛戆赶走。管教的推啊，管教甲节度会加添智慧，无管教的囡仔会互老母见笑。这个所在，管教甲节度是讲用鞭拍来管教，所以这是符合圣经。伫细汉的时阵，爱有这个管教，而且是鞭拍。所以，佮继续讲，要认真管教儿童。要安怎管教呢？责打，毋是讲话语责备，有时嘛是爱用鞭拍。鞭拍会听袂死安尼，但是呢，会救伊的性命。如果你若是无鞭拍管教的时阵，行入错误道路，会丧失伊的前途、伊的人生、伊的性命。所以你会知鞭拍。无符合咱现在教育的这规则，但是符合圣经。所以即马就是看咱要遵探圣经，还是遵探现在的心理学。所以呢，有时咱讲好囡仔足歹教，即摆囡仔足歹教，因为无鞭拍。但是较早的人囡仔足乖、足守规矩的，因为鞭拍。伫阮即代的人拢感觉这是。遵守规矩，这是理所当然，拢去用拍过为什么要管教？圣经内面讲到一项，必须要管教。所以咱常常感觉讲，伊父母培养这个囝是养育囝儿，养是提供伊基本的生活需要。但即个所咧讲育是人格的一个指导。人格指导，毋那是一种教言语，这中间需要鞭拍。所以前面19章讲到，趁要有5万，就管教家己的囝，毋过毋通过头煞互伊死。就是讲合理的管教，有限度的管教，甚至用鞭管教，这是必要的。有时咱感觉讲，咱现在长大成人，咱无需要接受管教，但这个管教中间无一定是用鞭拍。通常咱若教囝的时阵，可能拍到国中、到高中就无啊，安尼。较早阮一个教会，即马做技术嘛是共款的。较早时阵，因老爸做严格，真诶拢拔起来拍，无爱互伊走，安尼拔起来来拍。拍听讲拍真厉害，但是这囡仔真有规矩。真友好，你感觉讲真有人办，真受，安尼足有安尼尊责，安尼，所以安尼拍过来吼，敢嘛袂歹啦吼，安尼。所有人伫咧一生中间，成长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伫这中间管教，无一定是讲到鞭拍，但是管教有无共款的方式，互咱的合适来成长。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是咱的天父，伊嘛拥有咱每一个人。伊是咱的牧者，供应咱一切需要，互咱无欠缺，所以提供咱生活一切所需要，这是养。但是上帝嘛是教育咱，圣经内面非常强调，咱必须要不断来成长，甚至将这个管教运用伫咱整个生命成熟的必要过程。所以今日咱头前笔来书第12章这个所在。讲到管教，
圣经做的所在讲到管教，摩西伫申命记嘛讲到上帝管教，所以上帝是咱的牧者，供应咱，上帝捌管教咱，用管教表明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申命记摩西伫个所在讲到，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亲像人管教儿女共款，这是对所有一切的人，无论是大汉，无论是囡仔。这可能是讲到伫旷野的时阵，40年久，这以色列人伊无遵趁上帝的话，上帝用话逐日教导，但是因无顺趁，所以后来必须要管教。这管教有可能用这执法，用制作这灾难，互因会当学习律例，互伊当敬畏上帝，互伊当明白上帝的作为，互伊当顺服上帝。经文第3首讲到，因为耶和华所疼的，伊要责备，亲像老爸责备伊所疼的囝共款。因为这个所在讲到一项，属伫上帝的百姓，上帝拢必须要管教，互伊会当来成长。因为伊疼咱，所以上帝要怎样来管教？为什么要管教？圣经内面讲到非常清楚，有所书第1章第4节讲到，上帝伫创世以前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竞选咱，咱做伊的囝儿，所以竞选咱时，咱毋是一个完全的人，咱是拄到对罪恶中间来进入。咱还阁有留底咱过去无好的遮个性情，肉体的性情，受血气的性情，所以呢，上帝必须要透过管教，互咱伫伊面前慢慢会当来成长。所以伫这所在讲到，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洁无缺点的人，因为上帝疼咱。这个所在讲到，因为上帝疼咱，所以管教是必须要的。目的是互咱会当伫伊面前诚做圣洁。希伯来书12章拄则所读的圣经嘛是共款，上帝的管教是为着咱的好处，为着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这是对咱有利益的。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所以管教这是主要目的。这中间有份伫伊圣洁，表示咱透过管教来消除，也是改变，也是改革，互因会当脱离迄种属无圣洁的事，属肉体的事，咱旧的性情。管教的时阵，咱逐摆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上帝用好言好语同咱教，所以呢，上帝透过摩西伫旷野所在，互因诫命，互因这律例，互因这个所有行做的律法。但是呢，因无来遵守这个话，甚至呢离开上帝。所以呢，有当时咱咧好嘴来讲话，伊也毋听啦，甲咱囡仔共款，好嘴来讲伊也毋听安尼。所以到时无法度时阵，只好用管教的鞭，对不对？安尼吼。所以呢，希伯来书第6章讲，主所听伊要管教，管教讲袂听的时候，就爱鞭拍伊所接纳的每一个囝儿。有时我咧读的时阵第一个鞭拍，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伊所接纳的人，表示咱每一个人拢爱受到管教。无一个人讲伊信主了，我就真完全，还是我一个真好的人来诚做信主，拢免经过我都足好的人安尼吼。所以你会知影讲，咱每一个人拢伫这成长过程。伫过去囡仔诚做大人时，当然也有真侪这规矩。但是咱每一个人共款，有时咱虽然信主，但是信仰上来判断咱这个人时，咱搁伫罪恶中间啊。咱常常惊失错，无够智慧。有时咱搁真非常愚妄。有时咱甲个自由的意志，偏行家己的道路，所以呢，上帝伫咱这个过程中间一定爱鞭拍，因为伊疼咱。希伯来书第2章讲到，
咱受管教的时阵非常无欢喜、忧伤但是呢，这是必要一个过程。就咱像共款，伫学校咧学的时阵藤条安尼拍，一定会听，听先较互咱会感觉会即个境界来设计咱所行。我捌伫公园遐坐时，看到一个妈妈甲一个囡仔伫遐互动这个囡仔就安尼走较远的所在，伫安尼家己耍这个妈妈当然对头靠背拢安尼看咧，盯着看，伊目睭拢无离开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呢，做一寡代志，妈妈就伊就哪做，妈妈伫后壁哪念安尼，这个不可以哦，那个不行哦，你要小心哦，这怎么样哦？然后中好做一寡代志，妈妈无论安怎讲这个囡仔就唔听啦，做伊欢喜的，照妈妈照念伊照安尼照做安尼可能升到转过头去真了真欢喜安尼。妈妈做啥物代志呢？行过遐树仔叶咧讲，拍一下安尼，会痛安尼。所以后摆呢伊若要做这个代志的时候，伊拢看一个妈妈一个，要做的时候看妈妈反应，看怎样伊妈妈就讲袂使伊就乖乖下咧安尼。有听过了后，伊就警戒所以这个真趣味鞭拍，鞭拍时咱有一个警戒的心。有听过了后，咱家伫这个所在注意。听过了后，咱靠看爸爸妈妈这个代志有欢喜无，会使做无，来学习。这是一个保护，因为这个动作是危险的动作，所以袂阁犯过去同款的错误。咱会看这妈妈的目睭、眼神、伊的动作安尼，这是管教。同款咱每一个人。在咱成长的过程中间，咱上帝予咱有圣经，咱读，咱知影上帝的话，但是有时知是罔知，但是咱行做的时阵，也是咱咧生活行动中间的时候，常常违背圣经的教导。那有时这是不得不觉安尼，咱知影道理，但是咱咧行做，不得不觉就会失错。有时就出于上帝的话无知啦，安尼读圣经都读无多安尼。有时就出于咱的本性，特别是咱的本性中间，因为过去的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常常影响咱现在的生活。有几项咱会当来看卖这几项可能伫咱生活中间捌来发生过。所以呢，上帝的管教帮助咱伫咱的受迄气的本性中间有做一个调整。骄傲是一个人认为家己比别人有较侪特别，而且会温数、才能甲经历，嘛可能伫生活中间，伊某一个方面有真大一个成就，所以就有一个骄傲、自高自大。保罗捌有三战天的一个经历，所以伊家己安尼讲，伊讲伊领受的启示真大，所以上帝就互伊一支刺安尼。这支刺伫伊的心上，安尼互伊感觉非常艰苦，所以就求上帝讲：上帝这支刺遐互我艰苦敢袂当咱刷开一个，莫互我艰苦。我伫服侍你嘛常常有一个艰苦伫遐，安尼甜咧安尼后来，伊讲一项，感谢上帝，互我这支刺。这支刺是为着要保护我，免得我自高自大，免得因为我有非常特殊的属灵的经历、奥秘的经历，比别人更较侪的经历，我就感觉讲好，我比你较悬，比你较有经验，比你较有属灵。所以呢，伊讲感谢上帝，因为透过这个刺。互我知我的软弱，我必须要倚靠上帝的恩典，才会当继续我的路程。所以我高举我家己的软弱，为着要上帝恩伫我的心上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个骄傲，上帝来对付咱每一个人。第二是咱的自信。
即摆相对伫咱的熟练温数，咱的材料愈大，咱愈侪成功的时阵，咱就容易挖靠家己，无搁挖靠上帝。这就是靠我的材料，我就真牛，我就真有知识，我就手真大手腕，所以靠着这，我有得到真大一个成就。这个成就有可能互你骄傲，为什么？你若无就像我安尼，你就做袂到。所以有时阵伊的态度就安尼真自高，对别人就安尼显出一个真自大的迄个态度。所以我靠家己会当来做这个代志。过去我要做这事吼，安尼伫教会内面，第一日上台的时阵就这书会。好，一张单内面吼，写甲杂，安尼吼，做者标记啦，吼，这台语要安怎发音啦，吼，祈祷要安怎祈祷啦，吼，一张单写甲做安尼吼安尼。迄阵台语无像咱即马安尼讲遐流利，吼安尼嘛是共款啦吼。伫外口工作过了吼，国语拢较熟，台语拢无熟，台语佫特殊的音调吼安尼。着注音啦，无能英语的啦，模糊的啦吼安尼。希望起来了后吼，会当拢正确。后来拢毋免，迄不要紧啦，迄拢简单啦。然后有当时咧，看咧咱的即事吼，无说你较早来讲，我得准备2礼拜。哟，那着准备2礼拜啊！我那10分钟就好啊，2礼拜那着安尼。你感觉自高自大啊？你若想讲过去我开始的时阵嘛是安尼共款安出来了，但较自高自大，就感觉安尼怎么做到啊？那就需要啦，就1工2工就好啊，安尼吼。听讲牧师啊，你最好3个月前甲我讲哦，我会当准备我的思维吼。自高自大，过头自信，自信的一个情形，有可能有递到失败。所以自信就愈来愈倚靠上帝。有真侪人少年得志，伊感觉事业非常成功，伊有真悬的成就，真悬的自信。我会记我大学同学中间有几个拢是家庭背景真好，小开。少年的时因拄毕业，拄开始进入到职场内面，哇，真有自信。讲着话安尼吼，真正有风啦吼，安尼行路有风。安尼这拢毋是，咱拢真基层，咱对上界加安尼慢慢爬。甲因批评做伙时阵，就感觉讲好安尼，真正有风。伫同学开始同学会咧讲话时阵，拢是咧讲。拢讲去倒去话，去到大陆的所在，去到东南亚的所在，发展安尼。前一两当我搁组织同学会，因大家拢真谦卑，我感觉讲安尼拼几啊年了后，这一身躯病，真侪交际应酬，安尼指甲装几啊支，讲话都安尼较谦卑，讲话就安尼较软势，咧讲话拢毋是讲偌大的成就。拢看身躯好无安尼，所以伫遐工作者拢要怎健身要怎去养生，拢讲这个话，维护健康。无过有过去迄种自信。第三，咱可能受世界引诱，偏离家己的路，偏行家己的路，离开上帝。所以过去咱可能真专心听上帝，不伫不甲中间，可能慢慢前线。特别是咱伫外口接触做了后，工作过了后，接触世界价值观念，影响咱每一个人。无论是政治的代志啦，无论是经济的代志啦，差不多拢是正经这个问题。所以你感觉慢慢偏去到索多玛、恶魔啦，一步一步挖近上帝，听世界比上帝搁较多，留互世界的时间比留互上帝，甲留互教会时间较少。弟兄姊妹，咱有需要真侪这个财务的运转、周转，咱的奉献嘛较少。等我后摆趁较侪钱咧，安尼。世界有真侪这个要求挂虑，所以上帝有时透过真侪这个问题，透过真侪咱的经历来带咱管教。有时咱感觉财务出真大问题，公司的经营出真大问题，健康出真大问题，互咱会当觉醒讲我得来调整。我家己价值观念，我着要调整我追求的方向。诗篇23篇讲到，你的腿、你的拐拢安慰我。有当时讲腿甲拐是要安慰啦，吼。其实腿甲拐其实作用，
第一样是保护咱，因为这野兽要来食羊的时阵，要来吞食咱的时阵，上帝推在这个所在保护咱，来赶走这野兽。推到怪是要引带咱，当咱家己要偏行家己的道路的时阵，用这个管赶入来安尼，牵手就赶入来。搁一项，如果咱若唔听，偏偏就无爱听这个管，这管推就扁拍落来，听这个，就乖乖入来。所以啊，姊妹，诗篇迄个所在，你的推、你的拐，拢安慰我。这个所在讲到上帝恩典的保护引带，但是也是上帝扁拍的一个方式，互咱顺探上帝引带。所以咱离开上帝较远，受到偏远世界，行家己的路的时阵，上帝管教临到伫咱。咱的可能灵性已经停止进步，咱有可能生活真好，享受咱的生活，咱的生活真安稳。咱就感觉讲无着欠缺什么物件。咱对上帝上帝的事失去迄种热情，甲迄个敏感的心。甚至启示录迄个老底家教会讲过，我逐项有，我逐项有，意思是讲我都毋免去倚靠上帝。我著来享受我所得的这物件，我著逐项有，我著无收无领。所以上帝有可能透过困苦、透过艰难的遭遇，互咱安稳的生活扰动，互咱经过亲像火一般的锻炼，然后咱才发觉咱其实无法度靠着家己过这么安稳的生活，咱毋是上帝的保守，咱毋是上帝的守护，其实咱无拥有啥物件。这中间，甲咱有时亲像保罗约伯同款，约伯嘛是一个义人，但是还有真大需要管教的所在，因为约伯是真自义，我真好啊，我对敬畏上帝啊，然后我的囝儿嘛真好啊，我感觉我是袂歹的人啊，讲即句话，我是袂歹的人，所以上帝透过苦难来管教。后来伊讲我啥物拢毋知，真侪代志我拢无啥了解。苦难的代志我也无法度理解，但是伊相信上帝，亲目看到上帝。过去拢看到家己是真好的基督徒，上帝的百姓，靠家己的气力行正直的事，上帝嘛真欣赏啦安尼。但是呢，不得不甲中间有这种注意，所以上帝苦难临到伊时，上帝你若临到我安尼，上帝我是袂歹的人，你为什么理由互我得到这个苦难？我是袂歹的人啊，为什么互我这受苦？注意。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个时阵，上帝透过这个事，扰动咱安稳的生活，扰动咱所得到的物件，互咱经过锻炼了后，重新对家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完全专心倚靠上帝。咱要看几项，你有经过管教啊无？还是你有经过管教了后？你的生命有什么种的改变？也无，咱来看几项。思想天顶的事，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若经历咱人生的起起落落，有时可能失去健康，有可能失去财富，咱在咱认知世上的代志其实变化真大，咱无法度去掌握一切，咱所拥有一切。可能是咱的健康，还是咱生活之物，咱的名声，还是咱的地位，咱的钱财，有可能伫一万里的过中间，就变做无。环境一个变化的时阵，可以失去一切。有一寡人伊无法度忍受这个事，所以有真大变化的时阵，失去一切的时阵，伊就可能无法度选择，做选择无法度去活落去。所以咱看见真侪人拄着这真大代志的时阵，过去伊所拥有的所骄傲的代志，我感觉这是我的全部。失去伊的时阵，伊就感觉伊无法度佫活落去的勇气。受过管教了后，才能体会咱所追求的，其实是伫天灵永远的归属，甲永远的价值。
所以这是看过一切了后，伊才会当体会这个事。亲像保罗共款啊，保罗伊看清这一切过去，互伊感觉骄傲的事，但是现在伊伫目睭哪像粪扫，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个至宝。谦卑，谦卑是上帝管教了后，伊一个心理的态度。所以咱就感觉少年得志，过去真有成功，咱大样代志拢真如意。咱靠家己，宏图大展，咱的公司发展要搁较发展，然后要搁连锁，咱要看伫世界中间，咱的公司的地位。所以你感觉一直发展落去了后，你发觉我会当拥有全世界的感觉。想要拥有全世界，还是拥有伫我这个领域中间一个真悬的地位，这拢是互咱感觉讲，咱会当透过咱的能力拥有一切。但有时上帝互咱经历这失败，有时打击互咱骄傲的事，打击咱对家己的自信，互咱会当谦卑伫上帝面前。咱才明白其实拥有全世界，若失去咱家己的性命，是无啥物利益。第三是温柔的心，所以过去咱有真大的这个成就，咱常常徛伫真悬的地位来批评论断，表示咱无够额的这个管教。所以你若伫某一个方面真有成就的时阵，你有一个温柔的心也无，就常常看你怎样去评断人，评断别人的事。那有可能伊伫你过去的阶段内面，你嘛捌经过这个事，但是你现在已经有一寡成就，佮看落来是会感觉讲，还佫真粗浅，还佫真侪咧学习，做毋对代志，咱就感觉真简单来批评，这你也袂晓。那么亲像我安尼，这对我来讲是真简单，你若袂晓，所以不得不讲咧，迄种骄傲，这个骄傲就无够温柔吼，无法度对别人有一个同理心，无法度去接受别人的软弱，无法度去体会别人的处境，然后安尼较忍耐、较宽容来接纳别人。所以你来看，有一个人安尼咄咄逼人，讲话安尼气势真大，安尼。对别人是安尼好，安尼口气拢无真好势，你就知影讲这无经过这个真好的管教。上帝透过管教，互咱的心会当柔软，所谓维护的心肠，咱体会伊，其实老爸安尼体会囡仔软弱共款。所以温柔，偌大温柔，就当表示咱有偌大这个管教成熟的过程。你知有时少年人讲话口气拢安尼气势凌人，有无？不可一世的感觉。你感觉伊若较大成就，拢会安尼吼。就咱像安尼日头赤压压安尼共款吼，你安尼读安尼看着伊吼真惨白安尼吼，我都看。我看爱咱像咱这种年纪的人吼，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哦。但是你若倒边来话，只是近黄昏呐，虽然较老哦，但是夕阳真的无限好，充满了光辉，真温和，佫真水，然后你让目睭来看，真好亲近，安尼。所以呢，夕阳只是因为年纪太大，虽然要落山，但是安尼非常水的日光。你无得看迄个日头赤夜的时阵，安尼，虽然过了真高，互你感觉真热安尼吼，挡袂牢，想要闪避。目睭无法度看伊安尼，温柔。第四项，就咱去检验，也是审查咱家己灵性的一个成熟感。一个人的成熟，毋是因为拥有偌济知识、财物、伊的才能，因为知识、财物、才能成就有可能互咱自高自大。所以接受上帝的管教了后，这种成熟的性命，遮甜啦吼，甜蜜的果子。这都互咱过去的经历，咱所学习的，咱所成长的，伫咱温柔的中间，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维护的心肠，诚做一个甜蜜的果子，
互咱会当享受咱甜蜜的果子。所以一个生命形式，生命形式通常拢是通过上帝透过真侪种管教的过程互咱学习，明白咱家己，体会别人，知影家己软弱，体会别人软弱。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讲到，咱若拄着这个拄着这个管教的时阵，无论是啥物种的形式，咱都需要思考一下。恁讲伫咱身上的代志，拢不是偶然，有时咱经历一寡特别的这个遭遇。这遭遇通常是咱所知影真侪拢是可能经济真大一个变化，可能是健康的真大一个变化。所以呢，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可能咱马上会反应着，上帝，咱有花拄着这个代志，上帝你是无听我，咱有时对上帝的信心会失落。所以圣经内面就讲到，经历这个代志，互咱的心会忧闷、闷闷不乐，互咱艰苦。有时上帝逼迫来时，互咱感觉真痛痛，是有感觉的。但是这是因为有感觉，所以这是管教必须要的一个结果。伫管教互咱心痛、心艰苦的时阵，有可能咱对上帝失去了信心，怀疑上帝的疼，有一个怨言，灰心失志。但这个所在讲到，唔通看轻上帝的管教。看轻毋是讲藐视这个看轻，咱是讲到忽略上帝的管教，无去明白上帝管教的手，可能无去明白上帝这是上帝的管教。有时咱感觉上帝既然管教，互咱出去，互咱有疼，这那是上帝对咱无好。但是圣经内面讲到出去疼，这是对咱有利益。当时袂感觉欢喜，反倒感觉受苦。但是管教了后，会结出仁爱果子，正直的生活，也证明咱管教是出于上帝对咱的疼，证明咱是上帝所疼，毋是私生子。伫边仔人看到，这个囡仔好也歹，甲你无关系。这个囡仔有乖无乖，甲你无关系。管教也毋是你的责任，对不对？因为这毋是你的囡仔。但是既然是你的囡仔，就一定会管教，或者囡仔行伫正路中间，或者囡仔会当行正直的一个路。兄弟姊妹，有人讲到人生平顺的时阵，咱的人生音乐袂甲遐尼水，但是遭遇到遐个风雨了后，咱人生开始让演奏出非常水的音乐出来。经过人生真大这个经历，这个时光也是表现出人生的一段经历了后，这发觉说，这来引起别人的共鸣，互人感觉非常会当产生同理，然后较对咱人生会当有一个真水的反应。所以咱用正确的态度、谦卑的心来面对上帝的管教，安尼咱所结出的果子会比过去的果子更较甜蜜，真做人会当享受的一个结果。上帝管教毋若是对咱有利益，上帝管教也是对众人有利益。或众人因为咱经过管教了后，成就生命，伫咱身上会当得到更较水的音乐，会担到较甜蜜的果子。咱三甲来祈祷。上帝感谢你听阮，有时阮感觉上帝若听阮，就应该享受大项好，互阮无欠亏以外，互阮当有更较有，更较丰盛，更较健康，更较各方面更较有好的成就发展。上帝啊，也恳求你，互阮知，上帝你听阮，互阮有份伫你的圣洁。但是经过管教，互阮慢慢愈来愈亲像你，互阮的生命更较成熟，会结出甜蜜的果子。上帝啊，恳求互阮有一个敏感的心，逐种的遭遇中间，阮若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讲主啊，这个遭遇对阮是有利益，虽然艰苦，但是阮的人生要因为安尼更较丰盛，
主恳求你，互阮一个敏感的心，知影你的管教，顺服你的管教，为着你的管教献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乐听，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施献的同工。咱三家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你创造天甲地，你使阮活命，佮照顾阮的生命。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
拢是你所有。主啊，愿你引带阮，互阮逐日采用，拢会当遵趁你的旨意。只是阮满心感谢来献上，望这献上会当成做圣工所用。愿你甘乐，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外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报告，请大家下张落。第二，阮通过每笔句家庭日甲圣经速读班事工的补助。第三项，阮通过八楼主堂敬拜团乐器的采讲。第四，阮通过八楼港台扩大工程发包，预定9月22拜一要开始做工程。那做工程的时间大约是1个半月。伫做工程的过程中，咱的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的时间有小可调整，请大家注意。第五项，今年本来伫10月的临时和会，咱要补选中级，即个临时和会因为要做工程的原因，所以咱要改做伫11月初9来举行。那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家庭日？我们最主要是说，我们孩子不只是送到教会来，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而已，他也要影响我们的家庭跟父母亲的关系。所以父母亲要有这个时间跟他们玩。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希望是说，我们有家庭日，也提供这样的时间，有孩子跟他们玩，孩子跟父母亲有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定的主题就是父母亲跟孩子的游戏互动。有神美好的祝福，所以说我们不希望是说孩子只是他自己本身的信仰，但是他在家庭里面的互动，实际上跟他也有关系。然后所以说我们希望是说，真的希望孩子跟父母亲有更多的互动，跟时间互动。所以也不只是这些孩子哈，我也希望是说有大一点的孩子的部分，如果觉得你也可以报名。我们希望是说，这是全教会的一个这样的活动，父母亲跟孩子的互动这样子。好，我邀请大家，如果说可以，你跟阿公啦、跟孙子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大家有个互动的机会。我们有烤肉，有一些互动的一个游戏。好，那邀请大家，那谢谢大家，就是9月6号，欢迎报名，或者跟陶思颖姐妹来报名，就这样。好。谢谢清溪长老，你敢知影？昨暗有一群囡仔伫教会过暝，曾志颖一定是真趣味。来，继续看咱教会消息。第6、第7、第8、第9已经报告几个礼拜，请大家斟酌，也为这个事工来祈祷。第10项，傅崇林传道，伊即马已经伫高雄的路德复兴教会伫遐就任未就任，伊即摆就是传道请伊的会籍已经伫8月13转出伫遮公告。后礼拜是苏元良长老要来讲道，伊的主题是来信耶稣，欢迎大家邀请亲友厝边来听，家己嘛爱来来看具体消息，林锦和弟兄。伫8月18安息主怀，定伫8月31日，伫德南教会举行告别式，请大家为遗族来祈祷。教界消息，新德中会伫9月初6下晡举行净滩活动，地点伫新德市的香山风情海岸，报名费一个人100块。若是要报名的人，请伫8月31号进前报名。要安怎报名？我有查到中会的电话号码，大家记一下，足好记的0356122321，0356122321。你若要报名，请甲这个电话来联络。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无？咱久久讲到8楼这个工程，差不多9月22就要开始吼。先来9月22呢，因为9月21
有一个剑桥教会吼，要来参加咱的野外礼拜，野外礼拜参加咱教会礼拜吼安尼。啊，所以呢，这个因来9月1了后，咱开始吼。啊，这个工程袂影响啦吼。这个包厢讲无差不多2个月，市小长老才讲，我若讲看1个月完成的袂吼。咱也莫讲1个月啦，莫讲2个月，所以咱掠讲5半月吼。这中间时间的调整，咱常常后来华语甲咱台语拢是伫8楼时阵，这中间都有一寡遮的调整啦吼。比如讲，咱做礼拜煞，咱华语礼拜煞的时阵，因都要出场，出场有可能去到7楼，还是去到1楼。然后呢，咱伫1楼等的遐个姊妹，搁坐电梯起来吼安尼。所以这替换中间要加一寡时间吼。嘛有可能这中间会延误，若15分钟，可能牧师讲到一个较久的吼安尼。所以阮即马真爱注意哦，阮即马算时间吼。牧师若讲到35分钟，伊来讲好，安尼拢要抓时间。若安尼讲40分钟、45分钟，拢去用掠包。牧师讲较短咧哦。敬拜团嘛共款，敬拜团伊的敬拜时间一定要20分钟因为这个2场的替换时间拢要掠较准，所以掠较准以外，搁爱延长一寡替换时间所以咱对于这个港台扩大工程完成了后，咱可能做的就是爱10:45开始这中间呢，这段时间，互咱慢慢去练习，去调整安尼。咱台语礼拜时间，因为这个工程咧进行，所以咱需要去7楼这7楼无像咱即马坐了遐爽快，这椅安尼做较细了椅坐安尼。一条一条接做伙啦安尼。所以阮想办法小可较快一丝安尼较袂较杂钱安尼当然7楼这位较袂遐多所以咱开放1楼的闭路电视所以这中间有较无方便啦所以咱较忍耐一下所以若是无方便的所在真大家较体谅安尼。你若来的时阵爱对7楼开始坐。无讲1楼都坐了爽快，我1楼咱坐咧安尼通常是讲若7楼他坐要满咱较对1楼迄个所在安尼。较袂讲惯时拢伫1楼后摆咱伫8楼时阵嘛是共款，开始伫8楼了后咱1楼闭路电视嘛无开放所以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姊妹为着这个大道希望大家拢能顺利。因为即马7楼这住的人数真多，已经坐袂下来所以8楼这中间这是必要一个调整这嘛感谢上帝咱教会有一个真大的进步那8楼起来了后，这个乐器拢爱对新的所以咱为着这来专案奉献安尼，这是用经常费来支出若是这港台这个预算差不多66万、66万这对咱的建设基金来支出所以姊妹共同来关心这个事。咱做伙来唱祝福册卷的诗歌，圣诗390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
我了好欢喜恁看恁，手术恁平安，阿门。